直銷到底係咪呃人嘅呢？好產品點解唔擺喺商店度買？喺健康產品同埋創業嘅角度嚟睇，直銷模式底下嘅產品到底值唔值得嘗試呢？3個客觀實測分享。好，歡迎翻嚟 Feelwell 嘅 YouTube channel， 我係 Beryl。呢個 channel 係教人健康食住減肥同埋兼職創業嘅。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啦？有時咧我哋想買一啲可靠嘅健康食品啊，或者 supplement 嘅時候咧 ，supermarket 啊、藥房啊底下咧，經常都係揾唔到一啲有效嘅。有時試完一款冇效咧，又試下第二款啦。相反，一啲口碑唔錯嘅牌子咧，揀咗直銷呢種模式喎。開始我作為用戶嘅時候都覺得好奇怪啦，點解好地地一款產品擺上 supermarket 啊或者商店賣咪好咯？啲人傳人嘅方法去賣，係咪因為佢唔好賣呢？或者產品比較差呢？於好奇心咧就去研究一下直銷呢種模式究竟點樣運作啦。後嚟先知咧，原嚟作為創業嘅角度嚟睇，同埋客戶嘅角度嚟睇咧，直銷呢種模式底下咧係有一種喺經濟學嘅角度唔錯嘅門道噶。咁就咧同大家分享下。先咧就當然由我哋消費者嘅角度嚟講下啦，點解直銷嘅產品反而會值得信賴呢？亦都係最實在嘅，冇咗中間嘅環節，唔怕買到流嘢。你諗下啦，傳統嘅產品由工廠到商店，再經過代理商、批發商、零售商層層轉售底下咧，當中俾人偷龍轉鳳嘅機會就高啲啦。如果中間轉手嘅過程入面，因為儲存唔恰當，譬如話溫度啊等等，或者咧喺中間有人轉換咗包裝啊，侵咗啲假貨嚟賣嘅話咧，就相對上食落口嘅嘢就肯定唔安全啦。如果咧你係個直銷嘅產品，客戶就喺工廠度買產品嘅話咧，少咗中間商賺差價嘅環節，除咗價錢當然更加抵之外啦，第二咧就係來源更加透明，拎到手嘅都確保係正品，因為你從官方買到嘛，咁啊食得安心又放心啦。第二個 point， 有人一對一幫你揀，比起咧喺商店買一啲唔知有冇效果嘅產品咧好好多。因為平時我哋去商店買嘢嘅時候咧，銷售嘅朋友仔啦，佢都多數都冇用緊嗰款產品咧，佢只不過望住個說明書同你推薦嗰一日 commission 比較高啲嘅產品，但係佢又未必會關心你平時嘅作息點啊，你嘅體質點啊，你食嘢食成點啊等等嘅原因，呢啲咧都係一個重要嘅原因去令到個產品喺你身上有冇發揮效果噶啦。咁而直銷就唔同啦，因為直銷嘅話咧，賣俾你產品嗰個人就叫經銷商啦，咁佢就有一種似顧問嘅形式去賣呢件產品俾你啦。例如話，如果以 supplement 嘅角度嚟睇，咁佢都會關心下你嘅作息啊、運動啊、飲食等等嘅偏好，再幫你配一啲啱嘅產品。咁當然啦，有人話啊，我唔中意俾人 sell 嘅喎，咁就視乎翻嗰個直銷商或者經銷商佢嘅銷售嘅方法。係最緊要係其實過程入面佢係提供咗一個 tailor-made 嘅服務俾你，你買嘅產品嘅過程入面無需額外嘅付費，已經相等於有一個定制嘅方案俾你。所以咧呢個錢咧，佢值唔值得賺呢？個人認為佢都少少值得賺嘅，因為其實市面上最貴嘅莫過於人工同埋信息差。第三個 point 就係價錢透明啦，冇中間商賺差價嘅直銷產品當然就會抵啲啦。出街買嘢嘅話咧，其實佢唔單止係有中間商，而且咧佢始終上咗架嘅話咧，都會有水電煤啊，甚至乎會俾一啲銷售人員佢哋嘅 commission 啦。例如話可能你喺貨架度買到一件300蚊嘅產品，可能佢出產咧只係100蚊，當中有200蚊嘅過程就係俾經銷商啊、水電煤啊等等賺咗。直銷模式底下購買嘅健康產品咧，你就可以以比市面更低嘅價錢咧去買到一個高質量嘅產品啦。零售價假設係300蚊嘅話，咁你作為一個直銷公司嘅會員嘅話咧，你多數就可以有唔同嘅折扣買到啦。譬如話7、5折、6、5折等等。咁嘅話咧，你就可以自己成為咗嗰個中間商。如果你賣出去，當然係賺差價啦。咁但係如果以客戶嘅角度嚟睇，其實你慳咗錢，甚至乎多數嘅直銷公司咧都係以點數、儲分等等呢種嘅形式去令你提升嘅折扣噶嘛。咁所以話咧，你係可以食抵啲 ，instead of 出街買嘅產品係唔會有累積嘅折扣嘅，所以咧你就可以花少錢辦大事。相同嘅 budget 底下咧，用到更加多有效嘅產品啦。咁再講下喺創業嘅角度嚟點睇直銷啦。直銷呢種經濟模式咧，其實係好多普通人嘅低門檻草出路嚟嘅。如果你想創業，一定了解過開鋪需要至少幾廿萬嘅鋪租啦，要囤貨啦。聽到呢度咧已經打晒退堂鼓，而直銷咧就啱啱好可以解決以上呢一啲嘅痛點，尤其是適合打工一族啦、全職媽媽啦，或者一啲學生哥嘅副業創業。點解咧？第一，屬於一種輕資產嘅起步，零壓力試錯。因為咧，其實喺直銷嘅角度嚟睇咧，唔需要租店面，你嘅屋企咧已經係可以係你嘅 office， 你用部手機咧已經可以營運到你嘅生意啦，亦都唔需要大量嘅囤貨啦。你嘅顧客要訂幾多，你就落幾多貨，唔使驚咧，你紮住啲貨會蝕本啊。
甚至乎咧你都唔使額外去花錢去搞一啲研發啊、設計啊、請代言人啊等等，因為咧直銷公司已經幫你安排好佢嘅公司嘅代言人啦。你加入一個直銷嘅團隊去一齊創業嘅話咧，咁你嘅上線啊，即係你嘅引薦人等等咧，佢都會有一 team 人啊。咁呢啲有經驗嘅人咧，多數都會無私咁樣去同你 share 佢嘅啲嘅資源啦，包括一啲產品嘅專業嘅用法啦、素材啦等等等等嘅。所以咧，對於一啲想賺外快嘅上班一族啦，或者係全職媽媽啦，你只需要咧用空餘嘅時間聯絡下顧客，分享下你自己用產品嘅體驗，你已經可以好輕鬆起步啦，根本就唔需要放棄自己本身嘅正職。第二，時間自由，多勞多得，收入冇上限。呢啲嘅 title 咧聽就聽得多啦，係咪真嘅呢？相信打工嘅朋友仔都明白啦。咁我哋一個薪金咧就係固定嘅。就算咧幾勤力都好啦，只能夠拎一個死工資，即係固定嘅薪金啦。但係咧直銷就唔同啦，你想賺多啲，你就花多啲嘅努力喺上面。如果想兼顧翻自己嘅個人生活或者家庭咧，你咪放慢啲節奏去做咯。所以咧，確實係多勞多得，少勞少得，自己彈性咁樣去決定自己經營嘅時間同埋收入噶。你可以咧喺你空餘嘅時間底下啦，去買一啲產品去賺利潤啦。當然啦，亦都有一啲嘅培訓嘅課程啊、講座啊等等啦，即係都可以自己選擇翻一啲時間去抽空去聽啦。咁如果你身邊有朋友仔都想創業，你都可以推薦佢加入你嘅團隊。除咗咧可以拎到業績嘅獎勵之外咧，做得好嘅話，你嘅收入分分鐘咧可以慢慢堆積，高過你嘅正職噶。完全咧係靠自己投入咗幾多嘅努力，靠本事賺錢嘅。第三，品牌方或者團隊手把手教，新手咧都可以快速上手噶。點解咁多人創業失敗？因為大家都唔知點做咗客戶又唔知點樣 keep 客戶有長久嘅收入。例如話唔知點樣介紹產品啦，唔知點樣服務客戶等等。而正規嘅直銷品牌以及佢哋正規嘅團隊咧，就會俾到全套嘅支持你啦。佢哋會有一啲嘅培訓嘅課程啦，提供俾你教你產品嘅知識啊、銷售嘅技巧啊、遇到客戶嘅問題點樣答啊、品牌嘅售後啊等等。基本上咧，你唔明咧，問你嘅團隊就會幫你解答到。甚至乎頭先提過嘅宣傳物料啊、工具啊等等咧，都會準備好，相等於咧保姆級嘅教學。就算你係創業小白啊，1-2個月你都可以上到手，唔使自己摸着石頭過河。因為好多學費咧，創業都係失敗啦。最後咧，想同大家講，直銷嘅本質咧，其實係三方共贏。好產品揀直銷咧，並不是咧係想避開商店，而係揀咗一個更加高效率嘅路徑。對於品牌嚟講，可以直接聽到消費者嘅意見，令產品做得更好。對於客戶嚟講，可以拎到更加可靠嘅產品同埋專屬嘅服務，同埋用得抵啲。對於創業嘅人嚟講咧，就多咗個低風險高彈性嘅機會。尤其是咧，好似健康啊、營養啊、個人護理呢一啲需要體驗加產品加個人化服務嘅方案咧，直銷模式咧就正好可以彌補傳統商業模式嘅短板啦。因為佢賣嘅唔單止係產品，更加解決到客戶所需求嘅方案。譬如話你想健康減脂啦，唔單止配啱你嘅營養代餐，仲可以規劃埋飲食，督促埋運動，呢個先係我哋作為減肥人士需要嘅貼心服務啊嘛。最後，如果各位朋友仔想揾一個可靠嘅健康產品，或者想搞份副業，實現自己嘅創業夢想，不妨了解多啲正規嘅直銷模式，話唔定咧真係可以闖出一片天噶。如果有想了解嘅話，歡迎 WhatsApp 同我聯絡。最後提提你，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 我會隔周更新，同大家分享更多幫到大家嘅健康減肥小事噶。我哋下次再見，拜拜。